第一叫做哪？第一叫电血，第二叫做输血，第三叫做金刷血，第四叫做无名血、无名火，这叫无名火。迄个受中观中就是不二，哦，中就是不二，中就是一，一切则一，一则一切，咱们叫观，它没有对立法。所以破无明，咱的无明就是因为起了无明，咱接这边，接这边。啊，你袂看，你袂生无明内底当中，你平等性就心就有病啦。你平等性比你心就无病，敢是？所以呢，尽一切种地先发生，这个发生的讲啊，这个发生就是风属性。理明见性，叫做心发成就，清叫做实相发展。这讲实相发展，头前迄个叫做啦，三法界啦。所以呢，讲啊，这是法界之理体，迄个法界的地位，的理体的法界的主人，按晓我意思无？电灯的主人就做是物件，电灯的这个灯的主人就是这用电嘛吼。啊，二公斤的主人，这两个合合的主人就哪有电嘛？啊，你听我意思无？咁个主人就是这个二公斤啦，啊，二公斤甲咁个主人就是电啦，啊，电就是讲这个啦。这叫做源头，咱的源头在哪？咱的源头在发生着。所以伊后壁说哪？由切一切相异，即通达总相甲别相，这叫合理。你听我意思无？总相甲别相，总相就是阿罗汉，一切总相，就咱以前咧讲叫做圆空。别相就是讲菩萨，就是讲正用经。总相甲别相通达，总相甲别相的顶端，迄个叫做分，迄个叫做电。开始听无？迄个叫做电。若无迄个电落，你若无关，若无迄个电落，你阿罗汉，你菩萨拢总成不对，拢总。所以人叫化无明的心发展，这是发展之理，发展之理体，叫做理地。叫做理地，理主，这个理体，咱就讲这个地，对这个主性，这个叫做主性，这个叫做主性，这个主性所造出来当中的地位。